今日嘅主題係感染有藥用，精明服用抗菌素。因為抗菌素耐藥性已經成為全球公共衛生嘅重大挑戰。我哋好希望藉著今次嘅講座，提高市民嘅意識，促進正確使用抗菌素，同市民一齊合力應對耐藥性嘅問題。今次講座內容咧就包括幾方面嘅。咁第一方面咧就想講翻一般抗生素同埋抗菌素之間嘅分別啦。第二個點就係一般常用嘅抗菌素嘅功用啦、副作用啦，同埋佢哋嘅處理方法嘅。咁第三樣嘢咧，點樣安全咁樣正確使用啲抗菌素啦。第四點咧就係接種疫苗啦，同埋佢嘅重要性啦。咁最後啦，咁亦都想同大家講抗菌素嘅誤解㗎。咁希望幫到大家。咁好多時醫生唔係話正常嗰啲叫做傷風感冒咧，佢都會話開住抗生素俾你食住先啦。咁其實抗菌素我未聽過嘅，即係我哋知道咧，抗生素咧就盡量少食，因為食多咗之後咧就會有抗藥性。咁抗菌素會唔會有類似嘅嘢咧？喺咩情況之下會有咧？咁呢啲係好值得我哋去知道嘅。既然醫管局有呢啲講座，對我哋係有裨益嘅，點解我哋唔去參加咧？係預防疾病好過你走去醫啊嘛。即係唔想社會上面有多一個負擔咁樣，多醫療嘅負擔咯，係啊，都係我哋責任嚟嘅其實。抗菌素咧，其實就係泛指一啲可以殺死或者抑制嗰啲微生物嘅生長，當中就包含咗抗生素。咁抗生素咧，其實只係針對細菌感染嚇，對病毒嗰啲咧係冇效嘅。例如係傷風啊、流感嗰啲咧，其實咧就係冇效嘅。咁啊，更加亦都係唔會話食咗咧抗生素咧就會加快咗一啲病毒感染嘅痊癒嘅。咁其實上呼吸道感染係啲咩嚟嘅咧？咁我哋通常就一般就會俗稱叫傷風感冒啦。咁其實講緊就係啲鼻腔啊、鼻竇啊，或者可能係喉嚨啊嗰啲受到一啲感染啦。嗰啲病毒感染咧，有陣時可能會損壞咗一啲，譬如黏膜嗰啲細胞啊、肺嗰啲細胞，咁係容易咧係會有一個二次嘅細菌感染嘅。咁呢個所以都要揾醫生診斷翻。不過一般嚟講咧，90%嘅上呼吸道感染咧都係輕微嗰啲咧，通常都係咧係病毒感染嘅。咁所以咧就未必係一定食抗生素咧係可以藥到病除嘅。其實一般抗生素嘅副作用咧都係一啲屙嘔啊，或者係腸胃唔舒服，或者頭痛嘅情況出現嘅，咁唔係常有嘅，係啦，即係講緊可能即係大部分10個都可能有即係1至2個啦，唔係個個即係病患都會有呢個問題嘅，咁啲其實都好輕微同埋短暫，變得嚴重嘅屙嘔嘅情況咧，就最驚係啲咩咧？就係脫水，咁呢啲情況咧就可能真係要揾翻專業人員去處理啦。有啲抗生素類，例如話啲青霉素類咧，就特別會有啲過敏反應啊。咩叫過敏反應咧？即係話食完之後有啲皮膚出紅疹啦，甚至嚴重嘅過敏反應會影響個面部啦，即係面腫啊、手腫啊，甚至咧就有啲嘴唇腫脹啊、脷腫脹會影響到呼吸嘅。咁呢啲咧啲非常之嚴重，一定要入急症室去處理嘅。食抗生素咧，好多時如果有效咧，其實係2至3日到咧，嗰啲病情一般咧都會係減輕嘅。好多時咧啲病人我見到咧就覺得自己冇事咧就自己儲起或者唔食，咁其實係我哋唔建議咁做嘅，因為咧如果你殺唔死啲菌嘅話咧，1至2個星期之後咧會再有感染，但係嗰啲感染咧可能係變咗係一啲耐藥性嘅細菌感染，咁咧就會嚴重啦，同埋係難以醫治嘅。咁所以大家記住咧，一定要跟住醫生嘅指示咧，係完成成個療程嘅。食咗抗生素多真係有啲抗菌素耐藥性，咁對大家有咩影響關我咩事呢？咁樣咁如果抗生素失效嘅話呢，其實好多而家有啲好輕微嗰啲感染呢，其實咧可能日後咧就會變得冇得醫冇藥食㗎啦，咁會增加嗰個死亡風險啦，亦都可能會增加咗呢個嘅醫療或者係一啲財政嘅負擔。接種疫苗真係非常之緊要，點解咧？因為佢本身就第一打咗即係疫苗，尤其是講緊即係季節性流感先啦，其實就會減低第一你流感嘅風險啦，同埋引致因為流感去引致細菌感染嘅嗰個併發症啦。咁第二樣嘢就肺炎鏈球菌啦，咁政府都有啲即係疫苗資助俾大家啦，因為個感染咧係減少，抗生素嘅使用即係亦都會減少咁樣嘅。咁好開心啦！見到觀眾今次嘅反應咧係非常之踴躍嘅。咁從佢哋嘅提問啦，都感受到佢哋對於自身健康咧係非常之關注。
雖然我哋嚟自唔同嘅醫院，咁但係咧我哋合作無間。最重要咧係我哋目標一致，就係為廣大嘅市民咧提供正確服務嘅信息。咁如果大家廣大市民想了解多少少關於我哋講座內容呢，就歡迎瀏覽我哋香港醫院管理局自有集系列藥物解鎖講座嘅。多謝大家，多謝。